經常要乘搭高鐵往來內地嘅商務同通勤旅客，而家可以根據出行需要購買20次計次票或者30日定期票，喺西九龍站多次乘車往返固定嘅短途車站，唔使逐次買飛，仲有票價優惠，啱晒最講求效率嘅香港人。20次計次票可以喺90日之內搭20程車，而30日定期票就可以喺30日之內搭60程。車票有效期由首次乘車日起計算。你可以上高鐵網站或者掃描呢個二維碼，睇返產品詳情同埋點樣購票。要搭車點樣預約座位呢？搭車前需要預約座位，首次乘車日期必須喺購票當天起計30天內。你可以預約15天內出發嘅班次，但乘車日必須喺車票有效期內。計次票同埋定期票最多可以同時預約10班車。無論由西九龍站或內地車站出發，你都可以喺中國鐵路12306官方網站同手機 App， 或者車站售票機提前預約。如果喺內地車站出發，亦都可以喺車站檢票閘機用證件入閘時同時攞埋位。要注意，如果你冇喺購票當天起計30天內搭第一次車，就當冇啟用到張車票，車票會自動失效，票款亦會自動全額退返。開車前仲可以因應行程有變去免費取消原本嘅預約，改約另一班車。無論計次票或者定期票，如果開車前48小時內取消預約，累積到5次，可同時預約嘅班次會調整至1班，直至產品用完或者有效期結束。提提大家，預約咗嘅班次如果唔搭但又冇取消預約，會當作已乘車，係會扣減車程次數嘅。想隨時隨地方便預早 book 位，梗係上12306呢。由西九龍站出發，截止預約時間係開車前30分鐘，而由內地車站出發就視乎個別車站安排。以下係用12306手機 App 示範預約同取消座位嘅主要步驟。登入賬戶後，喺首頁撳計次定期票，喺已購產品嗰度揀要使用嘅車票。螢幕會顯示可預約座位嘅剩餘次數，再撳去使用，系統會列出日期同班次俾你選擇。揀啱日子同班次，撳立即預約，再揀埋座位編號，然後撳確認。完成後會出現預約成功版面。想睇返預約嘅資料，可以撳計次定期票，再撳預約記錄，睇返相關嘅詳情。如果要改變行程，可以喺開車前取消預約。喺首頁撳計次定期票，再撳預約記錄，選擇要取消嘅預約訂單，撳取消預約，再撳確認完成手續。除咗12306，亦可以選擇喺車站售票機預約座位。各車站嘅截止預約時間都唔同，可以向車站職員查詢。以下係預約同取消預約嘅主要流程示範。喺首頁撳計次定期票，選擇席位預約，然後選擇旅客證件類別同掃描證件，選擇要預約座位嘅產品。螢幕會顯示可預約座位嘅剩餘次數，揀完後撳繼續，選擇乘車方向，揀埋乘車日期，然後撳搜尋。螢幕會顯示可選乘嘅車次，選擇車次後，核對清楚車票資料，再撳確認。完成預約後，售票機會打印行程信息提示，上面有車票資料，方便上車。如果想喺售票機查返預約嘅資料，可以進入計次定期票頁面，揀查詢預約，
依指示掃描證件就得啦。如果想經車站售票機取消預約嘅座位，可以喺首頁撳計次定期票，選擇取消預約，然後選擇旅客證件類別同掃描證件，再選擇要取消嘅班次，撳取消預約完成手續。如果你係由內地出發去西九龍，喺車站完成實名驗證同檢票之後，喺登車嘅檢票閘機停止檢票前，都可以直接用證件刷證入閘攞位，無需事前預約。車票資料會經預設嘅通知渠道通知，或者以短信發去登記嘅手機號碼，按指示睇返座位資料就可以上車。要留意，如果你有多張計次票、定期票或者單程票，都同時可以用同一組檢票閘機登車，閘機係冇辦法識別你想用邊張車票，咁就要經輔助通道去攞位啦。想了解計次票同定期票詳細資料，可以上高鐵網站或者掃描呢個二維碼。